后来过来游泳池有失踪，伫游泳池的更衣室，甲小男童卡来手来，警察抓到50岁嫌犯。这是伫个苗栗德南镇立的游泳池，一个国小6年的小男童受水受煞，到这个换衫间洗身躯的时阵，这个50岁的男子突然间冲入来，把家己的裤脱掉，然后揪这个小男童的手去摸家己的下肢。小男童马上就甲害掉，险这个男子赶紧出去。警方已经抓到这个不死鬼，伊违反着儿少法、甲强制威胁罪，甲移送。来到德南镇镇立游泳池，救生员甲教练除了伫岸边注意受水的民众，嘛爱去换衫的所在巡逻，因为之前有一个50岁查甫人对一个囡仔卡来手来。有民众伫网络顶面写讲，伊一个读国小6年的孙仔入去到换衫的所在时，雄雄有一个查甫人入去，将伊的游泳裤脱掉，掠伊的孙仔的手去摸伊的下身。伊的孙仔随反抗，要求对方出去，等这个孙仔衫裤换好出来，这个查甫人已经无看人啊。家长并没有在柜台这边做说明，他只是回去之后刚好在这个网络上面，我们可能也跟我们游泳教练都有做一些说明，希望我们游泳教练跟我们现场工作人员都能够特别注意这个点。这篇文章，警方嘛有看到，随找到这个查甫人，顺利的查获该男子，并依强制猥亵及儿少法来依法移送。警方嘛提醒讲，无论这个囡仔是查甫还是查某的，去游泳池，无论是伫换衫还是洗身躯，家长上好拢陪伊，还是徛伫这个换衫的门口等伊，安尼较安全。